5号2个没进，还有谁？看到号码。9有啊，上。快走，好。8号有没有？8号没有。4号2分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走。打谁2分？打谁2分？你拍片先。看我空的时候。讲话就行，不用看。平台说给你听。有了，这就有了。呀妈的！應該打7比2啊！罚球，應該係4比7，4比9啦。前框中場。
2到3找2個。很簡單，你跟進都是不行。沒搞。gas 嗰個就係佢哋咯。有邊話打錯啊！唔俾12。係右邊，那他們扣他帽，我要把這個時間但我說扣他，這個時間要停掉它。就按人。入咗。唔俾13。邊個傳波？俾16。踢啊！跟上佢。3秒。盡量睇下邊個傳俾佢，睇到我講，盡量都要計翻呢啲。
谁来？等并过来没有那个？啱邊個啊？四號錯邊個？有換人，換人。8秒。
收。出嚟，自由制動開始。放開，放開。有啊，睇到你。我呢個使唔使撩嘅？唔使，照打。係。OK。9號2分入對面。第一球先入。第一球。25號3分入。3分。15號3分點做呢個啊 ？post 唔識。少分。3分
入咗波唔使籃板。炒28號籃板，上面28號籃板。Yes。83分炒，28號籃板，進攻籃板。28號2分炒，白色。28號2分炒，2分炒。啱呢個人15。炒。防守籃板33號白藍色。防守籃板。係藍色左邊。23號進攻籃板。22犯規。4號入去。下邊。9號。炒一球罰球。23。白色23炒罰球。23。入咗球。23一球。喂，你個分同我分唔啱嘅，望一望。你加咗未啊？我加咗啊，佢依家個分同我分唔啱。呢個係啱。我跟翻呢個，係跟翻呢個。陳生先好撚熱，你換得㗎咯喎，出文。你用出文。24號3分。冇問題啦，你揸呢個冇問題啦嘛。換出文。換人。白色2分啊，炒。藍色15炒藍3分。繼續。好波，有冇射？地下線唔見，換人。12，係啊，換咗啦。加多個咯，就數翻啦，22、15，係啦，4號入。好33號，加多個落去啊！拉落去。OK。32、4號、22號冇咗，加22係啦，得啦。4號2分入。
33進攻犯規。喂，地下我嚟喎，地下撕裂者。唔使。停標㗎，停標，唔係停唔停，我哋唔停標去撐。阿哥，換人，啊得，夠啲。都得，看看放他，繼續。2分鐘，唞2分鐘換翻細佬。提劈。好波啊！哦 ，hello。啊，好波啊！上面23電任。有5年。哦，呢個唔計，犯規就唔計嘅，犯規唔計。犯規啊！犯規！佢俾人波科犯規咧，就唔計球嘅。3分同2分都係。重新上網，重新連上網。而家得，連冇事冇夠得 OK， 對開先。第3一齊接。查仲1，25號查一球中一球，1分。分炒。3分炒，哇，差少少。22號2分炒，4號助攻。
24號犯規，白色24號犯規。OK， 換人，換人。99號換23號。白色，白色上邊99換23。4號11。藍色4號1分。朱容起。4號爭一個，4號爭一個。4號2分。25號籃板，25號炒2分，24號炒3分，15號進防守籃板。又咪講翻咯，下邊唔啱啊！你講緊下邊4號、8號、2號、9號、15號。4號3分炒。25號防守籃板，4號犯規。藍的4號犯規。冇錯。阿希，幫我換 Cola。換人。阿希。9號換22號。阿希。咩話？幫我換 Cola 落嚟。換人 ，Cola。個分數問題，你要攞嚟做，做嘢，我攞嚟打。你都冇意思。我們總是人有問題，他們人有問題。25號。喂，我打飯佢望下我哋咯，我都唔知收唔收到你哋。OK， 收到。好嚟嘅，嚟嘅。22號2分入。睇位，睇位。暫停啊 OK， 唔係，球證未推。仲要唔要？要。白色暫停。藍色8號。呢個阿希，我換你。26號。你打漢堡魚喎，上面22，下邊27。嗯？點解變27嘅？上面22。佢要搞中國，冇傾偈住，冇傾偈住。
我哋天波幾多次啊？我哋天波幾多次啊？我哋天波幾多次？講。